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2026年8月，中國突然出現咗兩個具象徵性嘅畫面。8月12號，前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喺北京逝世，享年98歲。而幾乎喺同一時間，中央電視台由8月11號起播出大型文獻紀錄片《江澤民》，迎接江澤民100年誕辰。到8月17號，喺北京召開咗紀念江澤民誕辰100週年大會。習近平利用呢個大會表揚江澤民對黨同國家嘅貢獻。偉大的中國人民萬歲！一個啱啱離開，一個離世接近4年之後，再翻返去官方宣傳嘅熒幕上面，一時間中國大陸、香港、台灣以至海外嘅輿論再次出現一股江朱時代嘅懷舊風。但係今次民間所懷念嘅同官方好唔同。習近平強調江澤民係忠於共產黨。面對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際風雲變幻和國內發生嚴重政治風波的重大考驗時，他毫不動搖堅持經濟建設這個中心，旗幟鮮明堅持4項基本原則。但喺民間懷念嘅係20-30年之前嘅中國，即係江朱嘅改革開放年代。其實國內同海外華人對江澤民、朱鎔基年代嘅懷舊已經唔係今日先出現㗎啦。2022年江澤民逝世嗰陣，路透社已經記錄到中國出現一股懷念過去對前景充滿希望嘅年代。到而家，因為朱鎔基去世同埋江澤民100歲冥壽，更加激起中國社交平台大篇幅咁懷念呢兩位領導人。某家香港報紙說我的本事就是拍桌子、捶板凳、瞪眼睛，那更不要學習我。至於說我這樣做是為了嚇唬老百姓，我想沒有一個人相信他這種說法。我從來不嚇唬老百姓，只嚇唬那個貪官污吏。謝謝。表面係懷舊，但係背後其實係一種好簡單嘅比較。首先，江澤民、朱鎔基年代，中國經濟發展係一路向上嘅。中國民眾雖然經歷咗6·4鎮壓嘅失落，但係之後大家都盡量唔講意識形態，一齊悶聲發大財。我認為也是暫時的，對不對？這前進動力很難。你老人家放心，我們一定能克服。好，我們不會能丟掉勞工人階級的優良傳統，艱苦奮鬥。好，看到你這個精神狀態呀，好，我對我們也是一種鼓舞。好，你給我們都分擔一個。搞個體戶做生意，入外資公司，投資房地產、炒樓、炒股票，出國旅遊、移民、創業，全民財富暴增，呢啲全部都係江澤民、朱鎔基年代出現嘅。雖然政治上冇乜選擇，但係普通人突然覺得經濟上多咗好多發展空間。由1989年6·4事件之後，中國被西方制裁同孤立。喺江澤民同朱鎔基年代，中國領導人密集訪美，建立同國際社會嘅關係，大量外資進入中國，最後到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相對而家，當時嘅領導人對國際社會嘅姿態係自信、大方、包容，呢啲當年跟領導人出訪嘅香港記者都耳熟能詳啦。會有不同的意見，只有能說不同意見的朋友才是最好的朋友，只有真友才是摯友。江澤民可以即場同外國記者辯論。You are the last major communist dictatorship in the world. You mean a dictatorship? Well, of course. A developmental dictatorship is what we believe it is. Am I wrong? Of course. This is a big mistake. You are. It seems to me.
a dictator, an authoritarian. No, but I very frank speaking, I don't agree with your point. I'm dictator. 呢啲畫面未必代表中國當時政治係好自由嘅，佢哋俾人一種感覺，中國係唔怕同世界接觸，而且中國領導人願意面對世界，至少喺表面上面放低咗冷戰思維，同西方國家交往。江朱年代從來都唔係自由民主嘅年代。江澤民正正就喺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因為堅定平亂有功而上台㗎。1995年到96年，北京喺台灣附近試射導彈，爆發第3次台海危機。1999年，中國政府全面鎮壓法輪功，意見人士、媒體、政治組織一樣受到嚴格限制。咁所以如果美化歷史，簡化成江澤民代表開放，呢個講法係唔準確㗎。江朱時代同而家嘅真正分別係，江朱年代政治上保住中共嘅領導，咁但係經濟上將增長市場化、招商出口融入世界，仲有係有限度咁容納意見嘅聲音。一班維權人士同律師喺嗰個年代仲係有一啲生存空間。而今日嘅習近平時代，國家安全、黨集中領導、科技自主、產業鏈安全，仲有防範外部風險，呢啲都係凌駕於經濟發展同改善人民生活。咁所以對比兩個時代，江澤民、朱鎔基時代係中共以發展為優先去維持穩定，鞏固中共執政嘅合法性；而習近平時代就係以安全同控制去確保政權。呢樣先至係兩個時代真正值得比較嘅地方。我將勇往直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我現在還是這樣做。朱鎔基最被人神化嘅地方係大刀闊斧改革。喺90年代，中國經濟過熱，通脹高企，銀行壞賬率高，國企效率低嘅時候，佢敢做一系列嘅手術，整頓金融系統，改革財政同稅制，重組國企，最後加入咗世界貿易組織。呢啲改革都係觸動到舊有嘅既得利益階層嘅。當時朱鎔基幾乎係由佢自己一個人承受嚟自保守派嘅巨大壓力。但係1998年到2000年，國企已經裁減咗大約1600萬人。到1994年分稅制改革，大幅增強中央嘅財政能力。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逐步依賴土地收入。中國今日嘅地方財政對土地嘅依賴，房地產綁架實體經濟，都係因為朱鎔基嘅改革模式所造成嘅。今日中國眾多問題，其實都係江朱政策遺留落嚟嘅副作用。同志們好，同志們辛苦了。江澤民執政時代設計咗一套用利益收買官員嘅制度，用經濟發展嘅紅利捆綁住成個官僚利益集團，令到官僚階層更加有動力去發展經濟。不過到咗90年代尾，龐大嘅官商利益集團已經開始令江澤民好頭痛。到1998年，江澤民下令解放軍同武警全面禁止經商。而江朱年代確實係形成咗一個非常典型嘅地方利益主義，好多政治矛盾就係被經濟增長掩蓋咗。市場改革跑得比法治改革仲要快，土地、銀行貸款、國企資產同權力高度連結埋一齊，喺冇監管之下嘅權力自然出現全面嘅腐敗。選舉產生了新一屆的中央領導機構，感謝全黨同志的信任。其後接棒嘅胡錦濤同溫家寶，一方面跟住江澤民、朱鎔基嘅經濟改革大方向走，另一方面開始嘗試用西方嗰套模式解決前朝遺留落嚟嘅社會問題。咁所以提出咗民主政治改革呢啲口號。我們一貫認為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也就是說，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不僅在大力推進經濟體制改革，也在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擴大公民的民主自由權利。中國高舉和平
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决心，永远不会改变。2012年習近平上台，發覺胡錦濤同溫家寶嘅方法行唔通，要徹底改變中國國策嘅大方向。佢首要強調嘅唔係改革開放，唔係經濟發展，而係國家安全，要防止亡黨亡國。習近平上台嘅前後，中國官場流行一種講法，大家都要研究點解前蘇聯會喺1991年倒台，點解會出現戈爾巴喬夫呢類失去咗統治意志嘅領導人。由戈爾巴喬夫喺80年代上台開始，就透過政治改革拯救經濟危機，但因為改革失控引致物資短缺，通脹急升，佢仲放寬對輿論同社會嘅控制，咁樣就摧毀咗蘇共嘅統治基礎。最後佢修改埋憲法，廢除蘇共法定領導地位，加上放棄對東歐同埋加盟共和國嘅武力控制，令到蘇共政權失去咗控制一切嘅權力。最終喺中央失控同民族分離主義夾擊之下，導致蘇聯喺1991年迅速咁解體。所以習近平施政係有兩大目標嘅，第一係要防止亡黨亡國，第二就係要防止黨內出現類似戈爾巴喬夫呢類人物。最後好多人想問，江澤民、朱鎔基時代會唔會翻轉頭呢？首先我哋要睇喺呢幾代人嘅出生同而家呢代人有咩唔同呢？朱鎔基、江澤民出生喺上世紀30年代嘅戰亂時期，當時喺文化同教育上面仍然處於5·4運動之後嘅國民政府，受到西方文明嘅影響。佢哋喺清華、交通大學呢啲老牌名校接受過較為完整嘅西方理工科教育。佢哋睇過西方嘅電影，讀過英文原著，對佢哋嚟講，西方文明同市場經濟係客觀存在嘅先進體系，馬列主義只係救國嘅手段。至於習近平薄熙來嘅青春期，就係喺文化大革命最瘋狂、最封閉嗰10年，佢哋嘅正規教育被中斷咗，外部資訊閉塞，青少年時期能夠接觸到嘅思想，幾乎係被毛語錄同埋黨報嘅社論所壟斷。呢種喺極端環境之下塑造嘅世界觀，實際上係一套喺毛澤東語境之下嘅價值體系。至於胡錦濤同溫家寶，就係將中國推向全球化。佢哋曾經嘗試用西方民主法治去解決腐敗問題，至少喺口頭上面仍然推崇西方普世價值觀。但係到咗文革成長一代上場，路線完全變軌啦。喺江珠胡溫呢啲技術官僚累積嘅巨大經濟財富之後，客觀上面成為咗呢一代嘅領導人喺面對東西方政治文化衝突嘅時候，最少喺金錢同物質上面有咗談判籌碼。所以國策就由韜光養晦轉為大國對抗中國模式。而家面對嘅現實係喺過去10幾年，習近平努力咁喺宣傳同教育上面塑造咗一套中國模式嘅意識形態，而且已經普遍喺新一代裏面形成咗啦。近年西方國家面對因為全球化帶嚟嘅社會同經濟問題嘅時候，長期束手無策，唔能夠好似以前咁高舉自由民主同埋無國界全球化嘅旗幟，作為世界嘅燈塔。當西方國家亦都開始大搞關稅壁壘，限制移民同邊境控制，甚至連自己都質疑民主制度嘅時候，中國新一代官僚同精英對西方模式嘅崇拜已經係無以為繼。舊世界就好似香港嘅舊有歲月一樣，我哋已經翻唔到去啦。未來我哋要面對嘅係一個完全走自己路徑嘅新中國。多謝收睇今集嘅 JW 檔案，我哋下集再見。相信香港搞不好，如果香港搞不好，不但你們有責任，我們也有責任。香港回歸祖國在我們的手裏搞壞了，那我們豈不成了民族罪人？絕對不能搞台灣獨立，任何形式的台灣獨立
都不能允许。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一贯方针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但是我们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谁要是搞台湾独立，你就没有好下场。其实你们啊，我感觉你们新闻界还要学习一个，你们非常熟悉西方这一套的魅力，你们毕竟还too young，明白这意思吧？我告诉你们，我是身经百战了，你见得多了。西方的哪个国家我没去过？媒体他们，你们也知道，美国的华莱士那比你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我给他谈笑风生。所以说媒体啊，还是要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懂我这识得不识得啊？我也要给你们着急啊！真的，你们我以为偏见，你们有一个好，全世界跑到什么地方，你们比其他的地方去了，跑得还快。但是呢，问来问去的问题啊，都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懂了没有？识得不识得啊？今天讲的道理，对他我很抱歉，我今天是作为一个长者给你们讲讲，我不是新闻工作者，但是我见的太多了，我有这个必要告诉你们一点人生的经验。中国有一句话叫闷声大发财，我觉得什么话也不是，这是最好的。但是我想，我见到你们这样热情啊，我一句话不说也不好。所以你刚才你一定要在宣传上，将来如果你们报道上有偏差，你们要负责的。我没有说要钦定，没有任何这个意思。但是你一定要非得要问我，你说你这对董先生支持不支持？我们不支持他，他现在是当特首，我们怎么都不支持特首？但是如果说，对不对？连那要按照香港的法律啊，对不对？要按照香港的，当然我们的决定权也是很重要的。香港的特别行政区是属于中国人民共和国的中央人民政府到那时候我们会表态的。但是呢，明白这个意思啊？你们啊，不要想喜欢，然后弄个大新闻，说现在已经钦定了，再把我批判一番。但是你们啊，naive。但是呢。